继续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今仔日是上尾一天登记。昨南北合伫君悦饭店公开协商，煞超袂好势。民众党郭文哲今仔早起11点已经去中选会登记参选，确定副手是立委吴欣盈，也就是新光集团的千金。今年4月，郭文哲访问美国，吴欣盈冒做伙去，佮要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。党内拢认为吴欣盈表现出色，会当协助郭文哲。 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总统柯文哲、副总统吴欣盈。南北合伫咧君悦饭店的协商无成功，宣告破局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副手，昨晚确定是党内立委吴欣盈代表，早起11点到中选会登记参选。政治应该要负责，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个社会，也只有这一个国家。当执政党距离人民越来越远，偏离进步价值越来越大。 身为在野势力的领袖，我有责任挺身而出，和大家义无反顾拼一次。过去我也支持民进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必须站在民进党政府的对立面。关兴会确定，今年45岁吴欣盈是星光集团的千金，过去捌做过星光人寿保险公司的副总经理。今年4月带郭文哲去访问美国，第10届郭文哲第2遍的美国西部之旅。 吴欣盈是互相配合，到美国东部代表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。这两座美国之行拢互党内认为表现袂歹。伊专长是财经一个国际关系，拄好甲郭文哲互补。传讲郭文哲也办私底下，学到吴欣盈就是民众党的萧美琴。非常高兴这个。 柯主席给我在这1年来立法院所做的肯定，最后50天呢，1天当5天用。在立委期间，他的优异表现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。今年7月，在中华民国立法委员的身份，在欧洲议会为台湾发声，强调台湾的立场。我相信，他会是我们一起为下一个时代打拼，一起赢下台湾的未来的坚定伙伴。郭文哲伫最近。 一直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，总统大选登记最后一天的早起，又过到郭台铭厝内，郭台铭的副手赖佩霞也来。官会伫咧登记进前，最后讨论决定郭文哲副手的人选，加郭台铭的后一步。郭文哲副手的名单进前8点名，前亚虎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周凯莲，台北市前副市长陈嘉基，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，甚至是赖佩霞。 最后确定是吴欣盈，也符合郭文哲副手3大条件：女性、中南部、企业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